大家留意啦，喺26年東南方有一顆9紫嘅喜慶星飛到過嚟啦。佢木生火，帶你呢個姻緣添丁升職同埋貴人運。呢一顆星咧喺九運裏面咧係屬於當旺嘅星，去到26年咧2月4號咧就坐正，個力量咧足足咧旺足1年㗎。佢特別咧對於屋企裏邊嘅大女啦，公司裏邊嘅女性嘅大當家啦，咁同埋咧佢最有利係邊一種行業？文化啦、教育啦、公關啦、傳媒啦、網紅啦、做生意嘅朋友啦。如果你屋企或者公司嘅大門啊、房啊，或者呢個露台裏邊咧，喺呢個東南方咧，你就會咧接納到呢一股嘅旺氣。想催旺去咧，記住3個原則。第一咧，一定要咧保持咧方位一定要整潔光亮，可以咧擺一盞咧暖光嘅長明燈。第二咧就要放咧紅色或者紫色嘅物品，例如咧你想催財嘅話咧，就要放紅色嘅貔貅；想改善人際關係咧，就放紫水晶。同時咧有幾樣嘢一定要避忌嘅咧，就係陰亂啦、雜亂啦、忌黑色啦同埋藍色啦，同埋咧呢個帶刺嘅植物啦，同埋大量嘅金屬嘅擺設，呢啲咧都係喺度泄緊你個旺氣嘅。總之咧，保持住東南方光亮、乾淨、有生氣，就已經咧贏咗一半㗎啦。如果想知道更多嘅細節，或者想幫自己咧度晒一個風水佈局，記得分享同埋留言好風水，老師會協助大家。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